價破百，金價暴跌。未來10年，我哋嘅生活會變成點樣？你有冇發覺一件特別反常嘅事？油價喺度升，黃金卻喺度跌，呢樣完全違背亂世買黃金嘅常識。如果呢種情況持續10年，你嘅生活會變成點樣？今日呢條片可能會顛覆你對財富嘅認知。2026年初，黃金仲喺5500美元以上，短短半年就跌穿4000美元，回撤接近30%。與此同時，油價突破咗100美元。好多人諗唔通，通脹嚟咗，黃金唔係應該抗通脹嘅咩？點解反而唔升？咁呢樣對我哋普通人嘅生活，究竟意味住乜嘢？未來10年，如果油價長期高位，通脹常態化，你會發覺3件事正在發生。第一，生活成本全面上漲。油價升，運輸成本就會升，超市入面嘅雞蛋、麵包、食用油會慢慢變貴，你加嘅每一箱油都會俾多10幾蚊。化工、塑膠、物流，幾乎所有行業都喺度承受壓力。第二，資產邏輯徹底重構。過去10年買樓、買黃金就可以保值增值嘅思維可能會失效。高油價推高通脹，高通脹逼住利率維持高位，現金、債券、房產，每一種資產嘅邏輯都喺度被改寫。第三，財富分化可能會加劇。全球正進入一個高通脹、低增長嘅10年，喺呢種格局之下，睇唔睇得清趨勢，守得住財富，差距可能會拉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大。萬洲金業香港黃金交易所 A 類141號行員，專注為投資者提供安全透明嘅黃金交易服務。當舊邏輯失效，新格局開啟，專業嘅平台先可以幫你走得更穩。